即摆咱国内疫情有转好，也毋过一寡过来咱台湾的新住民，对东南亚来也是无法度转去因的外家。为了要减轻因对故乡的思念，新北市政府即摆有推出防疫灶卡，邀请新住民做伙去煮故乡的料理，嘛有姊妹盘开讲来解乡愁。加真侪色水的圆仔加入椰子签顶顶，做出泰国圆仔汤。所以那是粤式蛋卷。 阁有越南的煎饼，因拢是过来台湾10几冬的新住民，但是拄着新冠疫情，所无法度转去后头厝。新北市政府特别设立这个防疫小厨房，用网络实习教学。 怀念家乡味，实在太想念家里的东西了。那因为一些小时候吃的甜点，其实在台湾有些是还是买不到的，所以想要来做看一些我们自己的回味一下那个小时候的回忆。 来自越南的李金讲就讲，因过2、3冬就转去越南一届，即马敢若会使用电话甲家乡的父母来实习，做家乡的料理，嘛是希望大家通较认捌因的饮食文化。新北市社会局表示，伫遮有11万的新住民，因为疫情，大家的交流减少，才想讲利用线顶，互因有一寡消透心情的管道。在疫情期间，我们很多的这种实体课程没有办法进行，所以我们特别透过线上的一些活动来宣导。 社会局指出，影片会不定时来推出，另外受疫情的影响，自5月开始，嘛接到真侪新住民失业的案件。除了替因安排安心就工，嘛希望透过料理等等来替因找新出路，更加通甲共乡的姊妹加一寡互动。记者陈雅文、刘随采访报道。